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診所經常會見到嘅一啲客人啦，喺做完十字韌帶手術3至4個月之後啦，甚至乎更長嘅時間，佢哋嘅膝頭哥咧仍然都會有痛啦，同埋唔舒服。好多時就喺佢哋做運動啦，甚至乎落樓梯嘅時候出現。呢啲情況咧都好影響佢哋做運動啦，同埋甚至乎佢哋嘅日常生活㗎。臨床上咧，我哋物理治療師經常都會見到佢哋呢啲情況，膝頭哥仍然都有水腫，同埋好多時佢哋嘅膝關節咧係仍然未能夠完全伸直㗎。我哋好多時會留意到呢一堆患者咧，佢哋對膝頭哥嘅控制啦，同埋佢哋喺 progressive loading 方面咧係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去幫助佢哋嘅復康㗎。其實一啲好簡單嘅動作啦，例如 mini squat 咁樣咧，對手術後嘅患者咧都係非常之有挑戰性啦，同埋亦都有好好嘅治療效果㗎。所以其實咧，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動作。我哋物理治療師咧好多時咧都需要根據翻每一個患者嘅復康進度啦，去俾翻相應嘅治療佢哋㗎。咁如果大家都有以上嘅情況咧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